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4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4节到24节，创世纪第1章20节到第2章的第4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到5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好的。昨天我们谈到了复活的形体，这是一个上帝救恩借着耶稣基督所要赐给世人的一个恩典。这个形体不是肉体形体的一个再现，而是在圣灵里的属天的生命的体现。这生命是上帝所赐的美好生命，是永恒的生命，并且是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的美好生命。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提到了罪的生命是会朽坏的，是会导致死亡的。然而拥有美好救恩的生命却是上帝所赐，不会朽坏的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得胜而来的生命。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到58节这样说道：兄弟姐妹们，我要说的是，血肉造成的身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，那会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你们要注意这一件奥秘的事，我们并不是都要死，而是在那一刹那一瞬眼间，最后的号角响的时候都要改变。最后的号角一响，死人要复活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，因为那会朽坏的必须变成不朽坏的，会死的必须变成不会死的。到了那会朽坏的已经变成不朽坏的，那会死的已经变成不会死的。圣经上的话就实现了，死亡被消灭了，胜利已经达成了。死亡啊，你的胜利在哪里？死亡啊，你的毒刺在哪里？死亡的毒刺是从罪来的，而罪的权势是从法律来的。但是感谢上帝，他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要站稳，不可动摇，要不辞劳苦的为主工作，因为你们知道为主工作绝不会是突然的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利了，他已经打胜了这一场美好的战争，死亡被消灭了。美好的生命事实上其实并不是从耶稣基督的救恩开始的，但是却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，使我们能够再回到上帝美好的创造里面。根据创世纪的记载，昨天我们谈到今天谈到上帝的创造，创世纪经文第1章20节到2章的第4节继续提到的，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美好的创造。经文这样说道：上帝命令水里的繁殖多种动物，天空要有多种飞鸟。于是上帝创造了巨大的海兽，水里的各种各类动物和天空的各种各类飞鸟。上帝看这一些动物是好的，
上帝赐福给这些动物，叫鱼类在海洋繁殖，叫飞鸟在地上增多。晚间过去，清晨来临，这是第5天。上帝又命令大地要繁殖各种各类动物、牲畜、野兽、爬虫，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。于是上帝创造了地上各种各类的动物。上帝看这些动物是好的。接着上帝说，我要照着自己的形象、自己的样式来造人，让他们管理鱼类、鸟类和一切牲畜、野兽、爬虫等各种动物。于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，他造了他们有男有女。上帝赐福给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使你们的后代遍满世界，控制大地。我要你们管理鱼类、鸟类和所有的动物。我供给五谷和各种果子做你们的食物，但是所有的动物和鸟类，我给他们青草和蔬菜吃。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。上帝看他所创造的一切都美好。晚间过去，清晨来临，这是第6天。第2章第1节，这样天地万物都创造好了。在第7天，上帝因完成了他创造的工作，就歇了工。他赐福给第7天，圣化那一天为特别的日子，因为他在那一天完成了创造。歇工休息，这就是上帝创造天地的过程。一切的创造都是美好，人的生命也是美好。安息日的恩典更是完美的美好。但是人们却因为自私啊、骄傲啊、私欲啊，而背离了上帝，抛弃了上帝原创美好的生命，而归向死亡之路。所以呢，唯有靠着复活的基督，我们的主，我们才能得到救恩，归回他所创造美好的生命当中。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4节到24节，为胜利感恩祷告。要感谢上主，因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以色列人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上主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，他拯救了我。上帝子民的帐幕中响起了胜利的欢呼。上主施展了他的大能，他的能力使我们得胜。上主施展了他的大能，我不至于死，我要活下去，来宣扬上主的作为。他曾重重的惩罚我，但是没有使我死亡，为我开启圣殿的门。我要进去颂赞上主，这门是上主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能够进去。上主啊，我要颂赞你，因为你垂听我，使我得胜。泥水匠所丢弃的这块石头，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基石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在我们眼中是多么的奇妙啊！这是上主得胜的日子，我们要欢乐，我们要庆祝。感谢救主赏赐我们美好的生命，
使我们能够因为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而得胜，重新进入你创造的美好生命当中。感谢主的恩典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